問世澤啊，1921年出世，1958年由香港搭船去巴黎，由巴黎就去英國，咪喺英國住咗2個禮拜就過嚟荷蘭，喺荷蘭咪做工咯，喺荷蘭做工，咪做到65年自己搞生意做都仲未做到而家。以前耕田啊，買埋或者買埋屋企嘅糧食啊，同嗰啲牛，即係耕田嘅牛，即係我去歐洲即係唔用噶嘛，咪賣咗佢咯。咁齊埋筆錢咪嗰陣時就好經濟啫，唔係好貴啫，搭船千零蚊港紙啫，千零蚊都買到好多嘢㗎啦。嗰陣時啲嘢平嗰啲㗎，而家呢嗱就唔得啦，千零蚊唔係錢啊！而家以前係通常以前我哋辛苦喺新界耕唔掂就走人啫，耕田耕唔掂咪走，耕得掂都唔走啊，所以咁樣方式咯。咁做咗咯，咪幾好咯，咁咪喺度掠得做嘢啦。咁我哋咪自己搞生意做咯，做到10年都就自己搞生意。做到退休咯，咪俾埋啲仔做咯。即係飛機貴啊嘛，嗰陣時搭船平啲嘛，咁樣所以我哋搭船嘅嗰陣時窮到好辛苦啊！搭法國遊船大窗就吊帆布咁樣瞓覺啊，吊牆咁樣啊，嗰啲就平好多啊，咁樣啊，你自己中國人成日都係多做中國人搭呢嘅冇情啊嘛，即係唔係張生定鬥圍啲人都係搭嗰啲船，即係個錢困難啊嘛，係咧，佢咁樣嘅啫。我哋去到搭法國遊船去到馬賽，就馬賽就轉火車去到巴黎，由巴黎呢就好合搭船去就過到倫敦，咁樣嘅。嗰度英國嗰份好難嗰邊呢，仲搭火車去到市區，搭上2個幾鐘頭，咪去到市區。去到佢哋兄弟照顧咯，嗰陣時咁樣，都係好辛苦啊！真係新城都有間兄弟，有幾個有成10人，就埋幾十人㗎中國人，正係嗰個槍大槍係中國人，多數都係中國人搭啦，一經濟2人3人啦，即係同村都有6、7人一齊。但係咁樣，嗰啲咪即係鄰圍嘅咯，都係新界人嚟嘅。通常都係新界上水楊亮嗰啲地方，就咪有幾十人㗎，咪鬥幾十人一齊喺度鬥，每個課咪都上課行咯，咁樣。都係一個月頭嗰陣時，辛苦一個月頭個幾頭都冇錢賺到㗎咋你梗係喺英國冇成個幾2個禮拜冇嘢做，咪過嚟荷蘭咯。過嚟荷蘭咁咪在荷蘭做義工嘢做啲，即係以前就唔使交居留嘅，即係去到呢有人請你就係有居留㗎啦，即係冇人請你咁冇居留啊，都唔多捉嗰人嗰陣時。全世界都樣啦，欠人名利啊，加就唔得啊，加就好講真喎，加啲人好大嘅，都係咁樣啊。而家啲人一定會塞荷蘭文，你會讀會考你，普通一定我嗰時啲人咩都唔塞噶嘛，咁咪
做工做得幾年工有錢，租到地方住可以新增家庭去噶嘛。